Hello，我係 Amanda， 今日想同大家做一個1分鐘嘅呼吸冥想，喺度希望大家揾一個舒服嘅坐姿，輕輕眯埋眼睛，而家將你所有嘅注意力帶去你嘅呼吸上面，唔需要改變佢，只需要觀察下。感受下空氣點樣進入你嘅身體，點樣離開你嘅身體。唔需要改變任何嘢，只需要觀察下。如果你嘅心思飄走咗，唔緊要嘅，只需要溫柔咁將佢再一次帶返去呼吸上面。喺最後一次吸氣入邊，感受身體充滿能量，然後慢慢咁呼氣，釋放所有嘅緊繃。我哋嚟多次，一齊吸氣，身體充滿能量嘅，呼氣，將所有緊繃都釋放出嚟。慢慢將意識帶返去房間入邊。慢慢張開眼睛，帶住呢份平靜，繼續你嘅一日。Namaste。